會嫌而家嚟到新都城一期嘅二座 F 單位，實用面積係380平方，我哋請睇先。呈長方形嘅客飯廳，完全冇走廊位，全屋嘅光線非常之充足。廚房有翻新過，有齊基本嘅廚電，實用企理。客廳望出去景觀極之開揚，仲可以望到寶南地鐵站嘅出入口。呢個單位屬於眼鏡房嘅間隔。第一間睡房大約有65尺嘅面積，超闊落嘅大窗台。兩間睡房坐向東北，望翻新都城2期嘅樓景，最遠處仲可以望到少少山景。呢間睡房大約有68尺嘅面積，有雙邊嘅窗戶，加強房間嘅空氣流通。浴室採用明窗嘅設計，原有嘅浴缸改成淋浴間，方便打理。全屋唔需要特別大裝修，即買即住。如果大家